Hello，大家好，我係實德金融嘅 Ferris。中國今早發布咗6月份嘅房屋價格指數，結果係7.3%，比6月份時候嘅6.9%咧係上升咗0.4個百分點。配合翻上個禮拜五早上發布一系列嘅中國經濟數據，包括第二季度國內生產總值、零售銷售同埋新增貸款等做好嘅數據結果，大家對中國嘅經濟展望啦，應該唔會有太大嘅悲觀情緒，對個金價應該會係有推動作用。因為如果中國個經濟狀況係正面嘅時候咧，對黃金嘅需求亦都係會有翻一個正面嘅預期。不過呢一個禮拜四係歐洲央行議息嘅日子，喺議息結果出之前啦，歐元對美元有機會向下發展多過大幅度上升嘅。喺歐元對美元有偏軟嘅走勢，同埋大家對美國聯儲局仍然會係有加息呢個陰影所拖累之下啦，金價喺禮拜四歐洲央行有議息結果之前，好大機會會反覆下試1315或者更低水平嘅支持力嘅。所以短期間可以喺金價上升翻到去1345至到1349呢個區間嘅時候咧，可以建立好淡倉盤睇淡金價一線。好，今日就講住咁多先，再會。